只是有时候想那么多找不到出口，就会变成在脸书上面变成刺猬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也不要去特别说怎么执着，因为是执着这2个字很空。应该说，真正面对音乐、面对歌手的自己，真的是从18年开始。以前就觉得说啊，唱唱别人的歌。别人的歌词，出片，有人喜欢，搭个偶像剧的片尾曲，好像就可以了这样。但总是觉得在某段时候，比如说同一首歌唱了50次了，就觉得这好像不是自己的。因为毕竟是别人的故事，别人的视角嘛，别人的分享，然后就觉得哇，是不是？有很多的情感其实是想要用自己的样子让大家知道的，不管是对爱情、对这世界的看法，好像真的应该要来创作这样。所以当我开始创作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一个一个解开了，不管是对自己的疑惑，或是对于歌手这个身份的定义好了，我还觉得其实原来我一直都很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但我一直没有去实践它这样，所以对于音乐应该说有了一个重新的认知，跟我终于明白，当自己创作出一张专辑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在乎它的，等于重新认识了歌手这个身份，跟重新给自己一个更稳固的基础。去在舞台上面表现这样子。你说对自己那时候是有对自己人都会啊 ，everyone 都会。对什么生存感到恐怖？生存？那累的吗？多广大吗？以后自己到底还要不要走下去？还要不要做这份工作？以后到底对于粉丝的支持有没有真正对得起？以后公司在我身上寄予的希望，或者我身边工作的伙伴寄予的希望，我有没有真正对得起这些希望？那其实最大的一部分有没有对得起自己对于这份工作的应该有的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子。你很容易就是觉得好像很 OK 啦，戏也一直拍，然后唱片其实你要出的时候，公司也不会反对你。其实相对于很多人已经很幸运了，但也因为这样，好像取之容易，你更不懂得珍惜，这样，对吧？所以某段时期的疑惑就是。我有没有够资格真的站在那里表演给大家看这样子？想很多耶。当然啊。从前是会想这么多。一直都是啊。只是有时候想那么多找不到出口，就会变成在脸书上面变成刺猬这样子。真的是创作给我的一个出口这样子。然后这个出口是我好像整个人会比较不怕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这样子。所以其实原始人的 MV 里面啊，他拿着话筒再去对世界呐喊，对他想要帮助的事情呐喊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话语权拿在手上，你如何运用智慧的一个象征，这样子。因为公众人物其实多多少少某个程度上是比起一般人有更多的话语权的。对吧？你讲的话，可能你就会有一群听众会听，然后更红一点，你会有一大片的听众，然后再红一点，你可能全世界都会听到这样子。那你要怎么去练习运用它？对吧？我觉得我也蛮庆幸，我在这个随便乱练习的时候，大家还很支持我。但也因为这些练习，我自己才逐渐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啦。
就是其实我是想要跟这个世界沟通的，我还是很关心我所有我想要关心的议题，但我用别的方式去投射在这个世界里面。